I must be dreaming， 來兩杯脫脂咖啡，嚟細聽哪裏最多趣味，來讓我帶着你找最美味，哪裏把味會知，將高潮生活給你。飲食男女，食色性也。歡迎收睇《高潮生活》，我係曉偉。最近呢，我睇咗一篇嘅報道，就話生活喺英國嘅龍蝦同埋啲蟹呢，同美國嘅或者係同其他國家嘅蟹或者係龍蝦嘅命運呢，係可以完全唔同嘅。點解呢？因為英國嘅環境、食品與農村事務部咧最新發佈嘅英格蘭動物福利戰略咧就已經明文規定噶啦。呢個規定就話咧，將呢啲生嘅活龍蝦啦、蟹啦佢哋係有意識嘅十足目甲殼類嘅動物，直接投入到滾水入邊去煮，將會成為違法嘅行為。冇錯，龍蝦同埋啲蟹呢，亦將會享有臨終關懷嘅服務啦。英國嘅官員就話，對於呢種甲殼類嘅動物嚟講，活煮唔係一種可以接受嘅宰殺嘅方式。哇！我睇到呢一則嘅報道嘅時候，我都諗呢個大概係海鮮世界當中最溫暖嘅嚟自於皇室嘅公告啦。其實咧，英國咧對於龍蝦嘅態度轉變呢，唔係心血來潮，而係一早就有晒先兆噶啦。早喺2022年啊，英國就已經立法明確將十足目甲殼動物指嘅就係龍蝦啦、蟹啦，同埋頭足類嘅軟體動物，例如魷魚啊、章魚啊，定義為呢能夠感受痛苦同埋折磨嘅有感知生物。即係話喺法律嘅眼中呢，喺砧板上面嘅龍蝦係擁有唔受到虐待嘅權利。只不過今次發佈嘅禁令呢，係喺2022年頒布呢個法律嘅基礎上面，再進一步推進，明確咗呢禁止將呢啲係生嘅有意識嘅龍蝦直接擺入個滾水入邊煮。只不過呢項充滿咗人道主義溫情嘅規定呢，就令到英國嘅餐飲行業嘅人士呢，就真係好難啦。倫敦豪華餐廳嘅負責人啊，理察德威爾金斯喺面對記者採訪關於呢個問題嘅時候呢，佢就話呢個簡直係癲咗嘅。佢好擔心呢個新嘅法律規定呢，係會壓縮原本就已經好緊湊嘅備餐時間，同時呢，對於政策嘅落地，佢亦都心存懷疑。佢話咁政府要點樣監管我哋呢？唔通我哋嘅首相係會親自着上呢個廚師服，然後踎喺我哋嘅後廚睇下我哋點樣處理每一隻嘅蝦同埋蟹？而更加令到呢班英國嘅餐飲業嘅老細覺得好心痛嘅就係呢啲嘅新規呢，建議嗰啲人道嘅方案。點解呢？因為其中規定最體面嘅一種呢，係購買一部呢名叫做 Crustation 嘅黑科技設備。我估呢個 Crusty 嘅前面嘅詞序呢，就應該源自甲殼類嘅嗰個英文啦。總之係一部黑科技嘅裝備。而呢一款呢，被大家講笑叫做龍蝦電椅嘅機器，係能夠透過高壓電幾秒鐘之內呢，摧毀龍蝦嘅中樞神經，確保佢進入到油鑊或者係滾水之前已經徹底腦死亡。聽落係咪非常之有尊嚴呢？不過呢，更加有尊嚴嘅係呢部機器嘅價錢3500英鎊，而對於嗰啲原本亦都好微利嘅一啲小餐館嚟講，呢個數字即係等於係直頭勸退你唔好搞呢啲嘅海鮮啦。一間英國餐廳嘅老細啊，詹姆斯就話呢，佢呢個點叫做煮餸呢？簡直係逼我哋購買呢個龍蝦嘅安樂死機，好多餐廳呢根本係負擔唔起嘅。當然啦，嗰個只係政府俾出其中一個嘅方案，仲有另外一個呢，算係低配版本嘅方案。你可以先將個龍蝦擺入個雪櫃，去凍夠佢足夠嘅時間，令到佢昏迷，或者用刀精準咁將佢一擊即殺。不過咧，喺呢啲嘅主廚睇嚟咧，呢啲嘅建議咧，純粹就外行指導內行，隔山買牛。喺晚餐嘅高峰期啊，後廚直頭打仗咁噶嘛，一秒鐘啊都關乎個食客嘅評價嘅。要求廚師喺火燒眼眉嘅時候，先幫龍蝦，仲要搞一場漫長嘅冷凍儀式啊，或者要舉行呢啲臨終關懷，唔單止增加咗員工嘅成本，咁亦都係抹殺緊英國引以為傲嘅海鮮烹飪嘅傳統。英國嘅貝類協會首席執行官大衛賈拉德，佢就從經濟發展嘅角度咧，提出咗更加深層嘅憂慮啦。
嗱，佢認為啊，如果英國嘅本土餐廳呢，因為買唔起呢啲咁貴嘅設備，亦都承擔唔起咁貴嘅人工成本，被迫放棄呢要做海鮮啦，咁佢哋極有可能呢會轉移喺國外進口嗰啲已經係處理好晒嘅急凍海鮮，而呢種對於蟹嘅溫柔，對於龍蝦嘅溫柔，可能呢就會變成對於英國本地海鮮產業嘅一個打擊啦。而且喺蘇格蘭呢嗰種凍到入骨、海風呼呼聲吹嘅碼頭，啲漁民嘅抱怨呢，咁啊顯得更加之現實啦。蘇格蘭漁民聯合會啊 SCFF 佢嘅國家協調員呢，辛克萊最近呢就對住英國嘅媒體呢大吐苦水，佢覺得呢，而家英國政府呢直頭係將保護蟹龍蝦嘅福利呢，竟然排咗喺保護漁民嘅生計之前，呢個本身就係一種極其荒謬嘅行為。而啲漁民呢，為咗要喺社交平台上邊據理力爭，佢哋認為龍蝦喺攝氏20度左右嘅水溫當中呢，就已經開始死亡噶啦。而滾水對於佢哋嚟講呢，已經係極快嘅了斷。咁而家英國政府呢，冇充分諮詢行業意見嘅情況下邊，就夾硬推行呢一種高成本嘅道德標準，簡直呢就係既要又要啦。其實呢，喺好長一段時間入邊，科學界呢係企喺比較冷酷嘅嗰一派別入邊嘅。當時嘅主流觀點呢，就認為啦，甲殼類嘅動物呢，佢不過係一種行走嘅硬殼嘅反射機器。喺2010年代前期，包括歐盟食品安全局在內嘅監管評估入邊呢，甲殼類嘅動物究竟有冇意識層面嘅痛覺，仍然呢都視為唔夠證據，好難100% 確定嘅問題。嗰陣時咧，佢哋喺滾水入邊劇烈嘅掙扎啦，或者翻滾啦，係被解釋叫做肌肉嘅痙攣，就好似咧鐘錶冇咗電之後咧，個指針由於慣性係會最後會震嘅。嗱，不過咧去到2023年啦，生物學雜誌發表嘅突破性嘅研究咧，係第一次提供咗電生理學證據。佢哋證實啊，原來歐洲嘅賓蟹咧係確實擁有傷害感受器嘅。當時咧係瑞典哥德堡大學嘅科學家們咧就完成咗一項咧極有想像力嘅實驗，佢哋咧就幫隻蟹咧戴上咗一個特製嘅腦電帽，而實驗當中發現咧，當醋酸咧被塗抹喺蟹嘅腹部呢啲比較柔軟嘅部位嘅時候咧，蟹嘅神經系統咧係會向佢哋嘅大腦發出極為明確嘅電信號。嗱，而更加妙嘅就係咧，醋酸嘅濃度越高，腦電波反應就越強烈啦。咁即係話咧，蟹唔單止能夠察覺傷痛，仲能夠精準咁分別出有幾痛添，甚至咧佢哋能夠區分出唔同類型嘅刺激，化學腐蝕同埋機械嘅切割喺佢哋嘅腦入邊所產生嘅電信號模式咧，完全唔同嘅，就好似我哋嘅人能夠分得清燙傷或者係界傷一樣啦。如果話腦電圖咧都只係一個純數據，而蟹嘅表現嘅呢種嘅人性化咧，就更加令到你覺得眼都擎埋嘅。嗱，呢個身披住鎧甲嘅呢個小生物，唔單止識痛，而且仲記仇添。因為喺實驗當中咧，被電擊過嘅區域咧，個蟹咧係寧願肚餓都要兜路行。更加令你動容嘅就係咩呢？受咗傷嘅蟹咧，係會用佢嘅鉗咧，反覆喺度捽佢受損嘅部位。個動作就好似我哋人類如果萬一撞傷或者扭親嘅時候咧，攞隻手去捽下咁嘅。喺生死關頭啊，佢哋甚至係展現出驚人嘅斷臂求生嘅意志。所以呢一個發現呢，就徹底終結咗長期以嚟反射機器呢個冰冷嘅論調。於是亦就為英國法律將十足目嘅甲殼類動物列為有感知生物呢，係奠定咗呢個科學嘅基礎啦。英國人呢，對於龍蝦呢種嘅保護呢，喺好多信奉海鮮一定要生猛至上嘅呢啲食客睇嚟，佢覺得係過於矯情，而且係有少少迂腐。但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翻閱呢個大英帝國嘅法律嘅卷宗，你會發現啊，呢個只不過係佢哋長達200年共情力嘅馬拉松當中又一次嘅日常嘅跨越嚟嘅啫。英國呢，喺為動物去謀福利呢件事上邊呢，從來都係不遺餘力嘅。喺今時今日嘅英國，動物嘅保護團體嘅游說力量呢，係大到連政客呢都要避忌佢3分。英國嘅皇家鳥類保護協會擁有超過110萬嘅成員，呢個數字比英國嘅前5政黨嘅政黨成員嘅總和都仲要多。咁就意味住，如果一個政黨夠膽喺動物福利上邊呢有任何嘅甩漏，咁嗰啲憤怒嘅選民呢就會立即用選票去給予佢哋致命打擊。而我哋再放眼歐洲或者美國地區啦，呢種嘅動物福利嘅半徑亦都不斷咁擴大緊嘅。嗱，就講翻我哋喺美國呢度咁計啦，每一隻嘅寵物呢，喺入咗屋企門口之前呢，都要植入芯片，唔係為咗監控，而係為咗要確保呢，萬一走失或者被拋棄，個主人呢會承擔責任嘅。而
而喺浪漫嘅法國國度呢，如果你見到佢哋喺高鐵上邊啊，有人幫自己嘅寵物嘅蝸牛買飛嘅話呢，你千祈唔好大驚小怪，因為法國嘅法律規定5公斤以下嘅動物呢，搭飛機或者高鐵呢都要買飛。了解咗呢啲背景，或者大家就能夠比較明白啊，點解瑞士早喺7年前就禁止活煮龍蝦。喺瑞士呢，如果你直接將個活嘅龍蝦抌入個煲入邊呢，你可能面臨嘅唔係差評，而係警察啊！活煮龍蝦呢，最高可能被判3年監禁。瑞士政府唔單止要求電擊啊，而且仲規定呢，喺運送龍蝦嘅過程入邊呢，絕對唔可以將佢擺喺個冰嘅上邊，需要用循環嘅海水保持佢哋嘅舒服。而今次英國推出嘅英格蘭動物福利戰略，同樣都係延續咗差唔多嘅思路啦。改革嘅措施入邊呢，唔單止涉及到甲殼類動物嘅處理方式，仲包括要取締一啲幼犬嘅繁殖場，限制籠養式嘅一啲雞舍啊等等呢啲嘅內容。由200年前開始保護弱獸嘅奶牛，到而家關心金魚究竟係咪孤獨，一隻龍蝦究竟喺咁熱嘅水入邊係咪真係會好痛？人類文明嘅神奇之處呢，或者就係在於呢一種不斷向外溢出嘅同情心、同理心。咁我哋亦都必須要承認嘅，喺呢個地球上邊呢，即使係嗰啲身披住鎧甲、沉默寡言嘅生物，亦都確實係擁有感受呢個世界嘅權利。Now you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來兩杯脫脂咖啡，來細聽哪裏最多趣味，來讓我帶着你找最美味，哪裏怕未會知，將高潮生活給你。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Now you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To lead a better life, I need my love to be here。 高潮生活，100種生活。繼續翻嚟我哋嘅節目時間啦。喺鳥類當中嘅鴉科呢，即係烏鴉嘅鴉吓，而家呢，佢哋有咗一份新嘅工作，因為佢哋開始呢就受僱於人類去充當呢個種樹嘅工人。對於好多呢種鴉科類嘅鳥類呢，佢哋都有一個儲存食物嘅習慣。嗱，有啲嘅鴉科呢，更加係到咗超級土豪嘅地步。例如一種雀仔叫做星鴉，佢喺一個蟲子成熟嘅季節係可以儲埋埋呢，有成幾萬粒嘅蟲子。而另外仲有一種叫做松鴉嘅雀仔呢，一年最多能夠儲到5000粒嘅橡子。鴉科呢係分散儲藏嘅一種生物，即係話呢，佢嘅每一個儲藏點呢，淨係放1粒到10幾粒嘅種子。喺冬天呢，去攞存糧嘅時候呢，佢哋能夠揾翻種子嘅係唔夠一半，但係佢哋已經盡咗力噶啦吓，個記性已經好到不得了噶啦。咁即係話呢，佢哋將好多嘅種子呢分散到去4面8方，客觀上呢就起到播種嘅作用啦。好多松樹、橡樹、核桃、山核桃、栗子、榛子呢啲嘅堅果，佢都係依靠呢啲儲存食物嘅動物，例如鴉科，仲有松鼠等等呢一類齧齒類嘅動物嘅播種。雀仔有翼啦，能夠飛啦，所以佢嘅移動嘅能力咧比松鼠要強啦。齧齒類好少能夠將個種子帶到100米以外嘅地方，但係雀仔就可以將個種子咧去搬出去幾公里以外，甚至仲可以飛到其他嘅棲息地添。無論係咩生物啦，自由擴散咧，對於基因庫嘅健康咧都係至關重要噶嘛。喺北美嘅松樹分布嘅北邊咧，科羅拉多果蟲嘅基因多樣性相當之高。呢個係一件好奇怪嘅嘢，因為咧喺邊緣地帶只有少量嘅樹，理論上咧佢哋嘅後代咧基因多樣性應該要好低先至啱嘅。科學界咧就認為咧應該係藍頭鴉咧同埋北美星鴉儲存種子嘅行為，不斷咧為邊緣嘅松樹去輸入咗新嘅種子，於是慢慢提高咗佢哋嘅基因多樣性。嗱，鴉科呢班嘅大佬雀仔雖然咧原本目的係為咗自己有得食噶嘛，但係客觀上邊佢嘅儲存種子嘅行為咧係提高咗種子嘅存活率噶噃。比如話藍松鴉，佢哋儲存橡子之前呢，首先會仔細檢查，甚至仲用個嘴去擔一擔試一試，確定呢個種子呢係冇蟲蛀過嘅，咁佢哋先會揀選出一啲存活率最高嘅種子去儲存。
星鴉咧有陣時會將個種子塞入一啲石罅或者樹皮當中，咁當然啦，咁係唔利於發芽嘅。但係佢哋亦都會將個種子咧收埋喺地底大概2.5厘米嘅深處。咁呢個對於種子嚟講咧就極度友好啦，減少咗脫水同埋俾動物食咗嘅可能啊嘛。有人曾經模擬過蟲鴉嘅藏匿行為，將冬青櫟樹嘅種子咧就埋咗喺灌木嘅下邊，幼苗嘅存活率咧竟然係高達50%嘅。因為咧無遮掩或者喺人工遮陰嘅地方，通常呢種存活率都只有16% 嘅。嗱，依靠動物傳播嘅松樹或者係一啲嘅被子植物啦，佢哋嘅種子咧係特性亦都會發生相應嘅變化。比如佢哋嘅種子比較大，含有大量嘅碳水化合物，咁動物咧就能夠好快食飽，咁食唔晒啦，咁啲種子先會儲存嘅。呢啲嘅種子咧會有住好厚嘅外殼，處理起身咧就好困難，而動物花喺要將個殼咧要敲爛或者剁爛嘅時間越多，被捕食者或者係偷種子嘅其他動物發現嘅機率就會越大啦。咁於是咧大部分嘅動物就會選擇先將個種子埋咗起身，咁其實就等於係變相鼓勵咗動物傳播種子嘅行為啦。早期嘅林業工作人士咧往往認為鴉科類嘅鳥類咧係偷食橡果嘅賊仔嚟嘅，但係而家咧佢哋已經意識到咧呢班大佬嘅工作咧太重要啦。喺德國而家啲人類咧係借助蟲鴉嘅力量咧，希望再植樹造林，保護一啲結橡子多嘅大橡樹啦，等個蟲鴉去進行收集啦。如果樹上嘅橡子唔夠，啲人咧仲會主動提供橡子俾啲蟲鴉去食嘅。同時佢哋亦都會去斬咗一啲喺樹林當中過密嘅樹，去促進咧橡樹嘅幼苗嘅生長。根據佢哋嘅統計咧，喺1公頃嘅土地上邊咧，蟲鴉咧係可以播種2000到4000棵嘅幼苗。美國嘅白皮蟲咧喺北美嘅落基山脈嘅生態環境入邊咧，亦都發揮好重要嘅作用啦。不過咧，因為感染咗人為引進嘅蟲孢獸病真菌等等嘅原因咧，佢哋嘅種群嘅情況咧就唔係咁好嘅。為咗要促進佢哋嘅恢復，當地嘅人咧透過適當嘅燒樹林同埋林業嘅作業，咁為北美星鴉咧建立咗一個好適合呢啲雀仔去收埋小金庫嘅區域。鴉科嘅雀仔咧，仲有一樣嘢咧係比我哋嘅人類要優越嘅，就係性價比夠高。我哋人去種樹，工作量大都不特止啦，成本亦都好高。有人計過噶，喺瑞典斯德哥爾摩一片森林入邊咧，如果要將蟲鴉播種嘅呢個面積換成人工去種樹，每年咧每公頃嘅森林種樹嘅花費將會係$9400。鴉科嘅雀仔仲可以幫助進行生態修復添噶。例如咧喺我哋加州嘅 Santa Rosa 呢個島上邊啊，因為過度嘅放牧咧，橡樹同埋松樹嘅植皮咧受到嚴重嘅損害。而家咧雖然放牧係得到有效嘅控制，但係啲樹嘅恢復咧係進展極度緩慢嘅，因為儲存種子嘅聖島蟲鴉喺聖羅莎島上邊咧已經幾乎係滅絕嘅。如果要靠人類去種樹，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係上百年啊！所以有人就建議不如再將呢個聖島蟲鴉咧再度引進翻呢個島上邊。我哋而家咧處喺一個人類活動令到生物圈咧劇烈變動嘅時代，樹亦都係呢種變化嘅受害者。喺北半球好多個地方橡樹或者松樹嘅生長環境咧都不斷咁惡化，而鴉科鳥類嘅播種咧可能會成為佢哋抵抗變動環境嘅一個助力。喺地中海盆地嘅研究就發現啦，動物去傳播種子嘅樹咧，比風力傳播種子嘅樹係更能夠抵抗棲息地破壞同埋被破碎化。咁可能係因為咧動物傳播得更遠，咁仲能夠將個種子咧擺咗喺一啲更加適合幼苗去存活嘅環境入邊。咁大概喺2萬幾年前咧，北美洲嘅橡樹咧每年都會向北咧擴張幾百米嘅，而背後嘅推手咧可能就係呢啲儲存種子嘅鳥類啦。作為一個冇腳嘅生物，呢個嘅前進速度咧都可謂係驚天動地噶啦。隨住氣候變暖，植物咧係要去到更北邊嘅或者海拔更高嘅地方，先能夠揾到適宜嘅生存環境。而呢種快速嘅前進能力，亦都會變得更加之重要。另外鴉科嘅鳥類傳播嘅物種咧，本身就係創造緊自己嘅小環境啦。橡樹為呢啲苔蘚、真菌、昆蟲、鳥類、獸類等一系列嘅生物，亦都提供咗關鍵嘅生存資源，係生物多樣性嘅重要支柱。樹木嘅生長咧，係會改變地下土壤嘅性質，會增加土壤嘅養分，亦都會提供蔭蔽，令到灌木同埋更多嘅樹咧能夠生長，於是就會形成一個滾雪球嘅效應。
喺落基山脈呢啲由於海拔高，啲樹比較難生嘅地帶呢，低矮嘅美國白皮松呢，佢哋會為呢啲嘅樹苗仔呢提供保護，形成一小塊一小塊嘅樹島，佢哋呢稱之為護士樹啊 ，nurse tree。而家呢，我哋亦都越嚟越留意到呢橡樹對於生態系統嘅好大嘅基石作用。所以啊，阿科啲雀仔呢，唔係淨係識打交同埋偷嘢食。佢哋呢種嘅種植活動呢，亦都開啟咗樹木同埋同佢關聯嘅其他生物以及空氣、水、土壤嘅一系列嘅變化，真係可以叫做四兩撥千斤嘅。所以呢，以後我哋見到呢啲嘅黑掹掹嘅蛙類嘅雀仔呢，我哋應該要尊稱佢一聲叫做生態系統嘅工程師大佬。想重聽更多過往節目內容，或想將你喜歡嘅內容分享俾朋友，只需要喺你任何目前使用中嘅 Podcast 播客嘅應用程式搜索關注 Go 潮生活。多謝收聽，我哋下期內容再見。